華國新山台積電一個重要的動盤宏碩科技是傳出有內鬼，有一位姓黃的前總經理是黃指控偷摕超過700條機密，包含設備圖等等這機密，講要來幫助中國的企業江蘇新網公司來發展半導體製造技術。但即馬專案偵查，新竹地檢署是依照涉犯營業秘密法等等，攏總甲5個人起訴。為什麼泄密要貪污？在阿個台積電4年的前副理被指控偷摕機密變做強諜，拄則被起訴。才過一禮拜，連台積電供應鏈的核心合作夥伴也出代誌。宏碩科技自1993年創立，看宣傳片共有上百項專利，上市公司宏碩科技專門佇咧做攝製停設備。檢方查出，做20幾年姓黃的總經理，去年想要試頭路，佇咧伊的任內偷摕超過700多項宏碩上新的設備圖，抑個規格機密。這幾路的人鬥卡手，想要協助中國的企業江蘇新網公司發展半導體。案件離告偵結，依照涉犯營業秘密法定罪，起訴5個人。黃姓被告等5人涉嫌違反營業秘密法、背信以及著作權法等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訴。起訴的名單內面除了宏碩的前高層，也有台積電米超比加歐不良的員工。檢方講，姓黃的前總經理這掛人涉嫌在外口設公司，甲江蘇的新網公司談合作，採用 AI 軟體，甲宏碩原始設備幹部的朴子妍這掛識別的標誌提掉，改做簡體字的版本，拍算以後互對方使用。把這些上下游的團隊兜起來，然後利用大家知道參數間的這些設定啊，也許我可以形成一個新的服務的公司哈，去做這樣的一個競爭。那現在看起來的話，很有可能就是以這個邏輯在運作。宏碩呢，在先進封裝的濕式製程啊，透過化學藥劑呢，把一些尤其是光阻劑，把它給清除掉，來保證啊，在先進封裝的良率。宏碩甲台積電合作真久啊，佇零件的良率是真關鍵的角色。尤其佇即馬先進封裝逼短的時陣，因的地位是更加重要。即馬互競爭的對頭業者上釣，技術差一點就外流去對話，影響咱國的產業發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